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门。感谢主，让我们再一次回到我们主的圣殿来，让我们一起同心来敬拜赞美他。在过去一周的时间里面，我相信在我们时时刻刻，我们都渴望我们与主有更亲近的时间。让我们希望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不管是家庭、工作，或者是课业的上面，我们都希望随时有主的力量与智慧与我们同在。所以，当我们再一次回到主的面前来的时候，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即使我们在进来圣殿的前一刻时间，我们的心仍然感到惆怅，我们仍然感到忧虑与担忧。但是这个时刻，主的圣灵就要再一次点燃我们的热情，因为他的灵已经浇灌我们，他已经应允我们，用笑脸帮助我们。当我们徜徉在他的平安与恩典里面的时候，他必带领我们冲过一切困难。阿们吗？阿们。这时候邀请我们在座各位弟兄，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起立。在这时候，我们让我们打开我们的双手，让我们闭上我们的眼睛，常常享受在主的时刻的里面。我们一起来说：圣灵，我渴慕你；圣灵，我渴慕你；圣灵，我欢迎你；圣灵，我欢迎你；圣灵，我爱你。圣灵，我爱你。是的，主啊，我们是这样的渴慕你。当我们站立在你的宝座面前的时候，你看的不是我们的外在，你乃是鉴察我们的内心。因为主，你知道我们的心是向着你的。当你鉴察我们内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主啊，我们只有单单仰望主你的心。这时刻，我们求主再一次的帮助我们，让我们经历你的同在，让求主你再一次触摸我们，让我们感受主你无限的丰盛与慈爱。阿们。这个时候，我们要再一次用使徒信经来表明我们的信仰，对主、对基督，我们有坚定的信心。我们一起来宣读我们使徒信经。我们一起来：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堂生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们。各位弟兄姐妹，这个时候让我们用一个喜乐的心，让我们一起来赞美荣耀我们的神。阿们。我们一起拍手来敬拜。起来荣耀赞美我们的神。起来荣耀，荣耀，荣耀我主耶稣。起来荣耀，荣耀。荣耀我主耶稣，让我们荣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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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稣，让我们荣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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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起来荣耀，起来荣耀。
掌声归给赞美给我们的神。阿门，阿门。主啊，我们知道你是至大的君王，是我们生命的主宰。主啊，我们渴望接触你，我们渴望你触摸我们的心，时时刻刻与你同在。无论是早晨，无论是夜晚，每时每刻，我们都希望常享在主你的平安当中，如同诗人所说：“必有平安恩惠与我们同在。”我渴望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我们首先请乐团带领我们来赞美。早晨，我睁开眼睛，渴望聆听你声音，心中是想你的好，更多与你来亲近。夜晚我仍要歌唱，时时刻刻我们都希想你望常沉常在迷我主你的恩心典。意，敬拜化成一首歌，
颂你的美名。主啊，我们愿意随时每刻的赞美你。夜晚，你爱永不止息，期待主一生紧紧跟随你，期待主一生紧紧跟随你，期待主一生紧紧跟随你。哈利路亚！我们渴望时时刻刻在主的平安恩典的里面，因为我们是受拣选的一群。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恢复与神尊贵的身份，就是我们是属神的儿女。当我们有属神儿女身份的时候，我们就享有平安，我们享有产业，我们有权柄，我们有尊荣与我们同在。我们也是神谦卑的器皿。当神的力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当神使用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主荣耀的一切。将我们自己全人全心的摆上，成为馨香活祭，在主的面前。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做主圣洁贵重的器皿。你丰富恩惠必从主浇灌我，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力活出荣耀的舞掌，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做主圣洁贵重的器皿。你丰富恩惠必从主浇灌我，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力活出荣耀的舞掌，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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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力活出一生一力活出荣耀的舞掌，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神的百姓，当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敬拜他的时候，我们知道透过我们的敬拜，神已经将他那所有的那个权柄的荣耀都要加注在我们的身上，因为你是配得的，阿们吗？神也要我们学习，把我们所得着的那个恩赐可以分赐出去。弟兄姐妹，我们不只是在这里自己
来敬拜而已，而是神他要把我们的敬拜扩张到外面去。因此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按着神所给我们的权柄，我们要来祷告。我们这个时刻，我们要来为我们的下个礼拜的幸福小组的启动来祷告。幸福小组不是只有小组的事情，而是我们每一个成为基督徒都是我们的使命。当我们受洗成为基督徒那一天开始，受洗那一天开始，我们就都成为门徒了。阿们吗？阿们。因此传福音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因此我们如果没有把这个使命完成，我们没有办法见主面，也没有办法交账。因此耶稣基督他的身体肢体在地上，就是借着教会要来把福音带上，然后把万民带向主的面前。因此我们在下个礼拜，我们要启动我们的幸福小组，我们要来为我们的这些的同工、副长们、小组长们，求我们的神大大的加添他们信心，加力量在我们的身上。阿们。也让我们的眼光从属肉体的眼光转为一个属灵的眼光，看到有许许多多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同学、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事，他们还没有认识耶稣，就等着你来跟他说，你要不要来试试看基督的福音？许许多多的人，他们正在寻找，所以这又是一次我们的机会。因此我们要好好的善用神给我们能够传福音的权柄。这个时刻牧师邀请我们举起我们的右手，我们要为这一些的小组，我们的弟兄姐妹在幸福小组上面大大从神得着能力跟信心。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1、2、3，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当中。主啊，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的里边。主啊，因为我们按着神你所赐给我们的那个权柄，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主啊，你要使用我们成为你重用圣洁合一的器皿。主啊，我们在我们的幸福小组要启动的时候，主啊，我们要接这些所有我们所认识的朋友。主耶稣，你让我们看见这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主啊，我们能够把他们的名字提出来，我们为他们祷告。主，当我们为他们祷告的时候，就是帮助他们连结于耶稣基督。主啊，你祝福在我们的小组，我们能够在意、关心我们这一些的新朋友，就是那些还在圈外的羊。主啊，愿你来带领他们，愿你来带领他们。哈利路亚！主，我们要在你的国度，跟着你的名来复兴主你的国。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高举我们的双手来，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意赞美他，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哈利路亚！一生命活出荣耀的护照，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我们确定要来跟随耶稣。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稣。我们如同那得胜的军队一样，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稣。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护照，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活出基督的荣耀护照。活出荣耀的护照，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跟旁边的人，你来跟他说，我们要向着标杆勇敢直跑。来，我们要向着标杆勇敢直跑。哈利路
我们再一次将赞美的掌声归给我们的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跟旁边的你跟他说，你的赞美非常的棒。你的赞美非哈常的利路亚，棒请坐。荣耀的呼召，你的标杆定在哪里呢？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都有神的命定，而神他要让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很清楚我们的生命的方向。我们生命的方向不是自己在那边弯弯曲曲的走来走去，神他乃是要来带领我们走在他所喜悦的道路上。所以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世代跟耶稣基督一起同工，把他的教会复兴起来，让那些圈外的羊一只一只的回来，还有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哇，好多好多都是期待我们能够来带领他们。主耶稣他说，他跟彼得说，你要喂养我的羊。喂养意思就是照顾，照顾。所以我们有这一些都还没有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们要不要照顾他们？把他们带到教会来，我们喂养他们，就是照顾他们。如果他们没有进来，我们怎么样去尽基督给我们的使命，能够来喂养跟照顾他们呢？所以传福音是一件非常喜乐的事情。那今天呢，首先呢，牧师要来邀请我们豆豆小组的同工，豆豆有没有在这里？豆豆组长。哇，我们的豆豆组长站起来一下，豆豆组长哈，豆豆组长呢，透过他的带领，然后呢，他的副小组长是知和，还有守望者明佳有没有在这里？好，明佳在这里哈，这个传福音的小组哈，那牧师呢，今天要特别来邀请他的副小组长了，在这里来分享他们在幸福小组在这1、2年当中他们的得着。那首先呢，我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一位知和，我想大家跟他都很熟了哈。不过这个知和呢，他起初来教会的时候，还真是给我很大的挑战。哎呀，一开始的时候呢，他一来到永光教会，我们就邀请他来参加培育课程。每一个人都有被邀请到，对不对？但是有人他会拒绝，那没关系，我们继续等。这个姐妹呢，她也拒绝。她拒绝的原因是因为她说这课程太简单了，我读圣经呢，我已经读15遍了，你知道吗，牧师？你这个这么简单的还要叫我来上，我要来上什么？不上。她不上。后来呢，我就跟她讲，我说我知道你圣经读得很够，所以呢，就是因为你圣经读得很够，你来试试看，看这个跟你读的圣经又有什么不一样，在你的生命上会有很大的帮助翻转了。他存着一个，好吧，那就看牧师的面子试试也没关系，哈哈，他就来了。他来上了之后，他心里面有很大的一个改变。我们等一下听他的见证就知道。另外一个挑战呢，他非常的爱护他的家人，他的家庭只有他信主，所以呢，当他信主之后，他感受到这个福音的甘甜，所以他巴不得他的妈妈、他的家人都能够来信主，所以呢，他就非常的热切说：“牧师，你可以来我的家，你的家住哪里？那边？在那个三元街，在三元街植物园那边。植物园那边，对在植物园那边。好了，那我就跟周牧师就去了。我们呢，本来带着很大的期待去到他们家，然后去到他们家的时候，特别是为他的妹妹来祷告。然后我们去到他，就看到他的妹妹，哇，这样。我跟他分享了一下子，没想到他妹妹就变脸嘞！我要叫警察来抓你们！我说，我又没做什么坏事要做警察，我还以为他是开玩笑的，结果他就去打了电话，真的打了电话，然后一下子，那个警察就骑着那个警察的机车就来到他们家门前，把邻人都跑出来看，哇！我跟周牧师就有一点尴尬。我们是去为他祷告，进来他叫警察来抓我们。但是呢，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经过当中呢，我们看见知和他完全对他的家庭没有放弃，一直不断的在继续爱他的家人。他的妈妈呢，他的家人其实对他有这一份基督的信仰是非常的反对他，而且也很驳斥他的信仰。但是知和她一直很坚信，并且她用她的爱，然后呢，她跟她的丈夫呢，让她的家人都有一个爱她的妈妈的家庭，让他们感受到那个基督的爱的一个行为，来感动他们。没想到
今年他的妹妹竟然来了，我还吓一跳嘞。因为当初是赶我出来的，对不对？他现在就来到我们的教会来归向主，所以现在就在豆豆的小组，而且每一个礼拜都非常的喜乐。哇，让我非常的感动是每一次呢，他小组晚上回家呢，都是坐那个高级轿车回去的。豆豆组长每一次聚会完都送他回家，开车送他回家。哇，这样的一个这么美的一个作为，在他们小组里边，真是彰显了神的荣耀。好，接着呢，我们要欢迎知和来为我们见证他们的幸福小组的一个经历。来，感谢主，我们拍掌。我们豆豆小组是在2017年的8月成立，那同年10月份教会就开始了幸福小组。虽然我们都是新人，但是呢，我们组长豆豆他还是决定我们要开幸福小组。所以呢，我们就抱着这个共襄盛举和一个这个学习的心态呢，战战兢兢的开始了我们幸福小组的起手式哈。那我们组长他同时也定掉了，就是我们每一届的幸福小组我们一定都会开哈。没有想到呢，我们组长豆豆他这么的勇敢呢，好像祭司哈，把那个脚伸到那个约旦河里面，河水就真的为我们分开了。对我们一路走来，真的领受了神带我们进入那个属灵的迦南美地许多的这个经历，都经历到神的丰盛还有恩典哈，甚至是神迹。那起初的这个几届的那个副长，我们都是由我们的铁三角轮流担任组员担任同工。那小组就一直很习惯哈，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就是要做幸福小组。所以呢，我请各位组长，只要凭着信心带出实际的行动，上帝一定会为你预备忠心的同工，不会让你好像孤军奋战一样。我保证，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可以经历使水变成酒的这种神迹，我们的生命会很甘甜。那我们小组当中有没有人还是不愿意参与？有。可是呢，我们就继续做，我们要兼顾愿意做的同工哈，愿意做的姐妹。那在这个福气教会当中哈，有一句名言说：幸福小组是一面照妖镜哈。有问题的组员在细胞的时候不一定能够就是看得出来，但是参与幸福的时候呢，状况就显明了。能不能同工，幸福一战便知分晓。那经过幸福不断的操练，我们整组的组员都已经训练到，我们随时可以接待新人。只要何时有新朋友加入，我们都没问题，我们都一定是热情的接待，并且我们都懂得把时间留给新朋友去分享。所以呢，很多的新朋友他们很快的就会很喜欢我们小组那在这个幸福小组的这个侍奉当中是非常的轻省，因为我们是团队在传福音，不是一个人好像感觉没有资源没有后援，我们是团队在侍奉在作战，所以是非常的轻省。好，那现在我要请大家看这张我们从开始幸福小组之后的这个受洗的名单我们每一期都有人受洗，那包含3位小儿洗礼，总共有15个人受洗那当我们回头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才发现我们在做这个幸福小组，神给我们很多的红利或者我们说这个是附加价值我们很多这个受洗的都是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妈妈、婆婆孩子都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对，所以呢，当我们愿意做的时候，神居然就先祝福我们从我们的家人的得救开始那我们在这个幸福的期间，我们会每天都在群组上面为这些带这个名单，就是我们的新朋友的名单代祷那每一个礼拜一的晚上，我们那个幸福的同工也会一起在线上祷告这个是我们就是透过更多的祷告来让神的能力加添我们。那也要祷告，因为不祷告他们这些未信主的人，他们背后的那个权势是没有办法砍断的所以我们一定要透过更多的祷告。那也许有人说你们受洗那么多人有什么用？有没有看到很多人参加小组还是来主日崇拜但是我们的目标就是我们就是全力的这个分享福音我们要抢救灵魂。像这当中其中一位廖姐妹，她是明皇长老的表妹当时她已经是癌症末期了，如果不是那时候豆豆她很勇敢的当下就是跟她分享福音，带领她决志她根本就没有机会得救，因为她在潘牧师去医院帮她受洗的没多久就被主接走了。
如果他当时没有接受福音，没有受洗，他这一生所受的苦都白白受了。但是如今他在天上跟耶稣在一起，享受永远的荣耀哈。好，那至于这个关怀跟牧养方面呢，我们的组长做的真的都是很到位。那我们铁三角啊，我跟明佳我们也真的是都跟豆豆同心合一的哈。但是这当中，他们很多人离开的原因不是我们所能够掌握的。有的人因为祷告不蒙应允，他就要离开；那有的人因为意识形态的不同，他就要离开。哦，我们也是会都努力到最后。那我们的心会不会累？会。我们会不会觉得有小受伤？有。可是除了祷告之外呢，跟天父爸爸讨拍哈，我们铁三角很会彼此倒垃圾啊，我们亲一亲那样子，眼泪擦一擦，重新再来哈。好，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感动每位都委身小组，但起码我们让他们的灵魂得救了哈。那我们就要求自己，我们要像彼得、雅各、约翰一样，我们要靠耶稣这么的近。我们要这么的明白耶稣的心意，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继续用生命来影响生命。我们也可以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哈。那在进行幸福的时候呢，是很刺激的，因为我们很难掌握到 Best 他们的行踪哈。每一届的第一次哈 ，Best 答应我们会来，可是呢，我们一定要到当天哈进行的时候。答案才会揭晓，哈，我们才会得到惊喜，哈。那有时候呢，他们来了第一次、第二次可能就不来，或者是来几次，反正他们就是不来，哈。但是我们就继续，哈，不管有没有 best， 即使在挫折当中，我们还是继续做，哈。结果就是这样子一次一次的操练，我们呢就有那个坚强的心，嘿，我们就不怕被拒绝。然后我们也不怕没有 best 哈，我们就是做就对了哈。好，那当我们坚持在这个幸福的步道上，神就为我们开路哈。上一期的这个幸福进行的时候，正逢这个肺炎的这个严峻之时，我们组长他就是在考虑要不要开幸福，因为没有 best 嘛，怕 best 都不来。但是呢，最后组长就决定，我们还是要开幸福呢。结果没想到，我的妹妹她居然愿意来参加，这个就是神给我们唯一的预备的一位 best。好，或许来参加这个幸福小组并没有什么，但是对我而言，这个已经是一个很大的神迹了。而且她从那时候到现在就没有再停止过。我们端午节休息的时候，她还问我们说，今天要不要来小组？端午节刚好是礼拜4哈，然后每个礼拜都是我妈妈催她要来小组。对，因为他看到我妹妹来了之后就不一样了，他就不一样了哈。那我们真的在这个陪伴的过程当中很付代价的哈。像刚刚牧师讲，都每周都送我的妹妹哈，这样子每周这样送。然后呢，像我自己在陪伴一位姐妹，我是每天都要陪她祷告哈，因为她是有鬼附的问题。好，这些我们都是要付代价的哈，付出这个耕耘的代价哈。好，那。而且我们从上一期的副长开始就有我们的组员哈，我们的香云就被兴起起来成为领袖哈。那这次教会的这个幸福还没有启动呢，我们就已经开始进行了，因为上帝已经帮我们带新朋友来了哈，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先进行哈。那我们真的是不用担心，我们不用担心有没有 best， 我们就是做哈，我们就是做，那我们就是很喜乐的做，很凭信心的做，就把结果都交给神哈。那我个人我真的非常的感谢周牧师跟潘牧师他们愿意推动这个幸福小组，好，因为这个平台让我已经带领了7个人做决志祷告，那有3个人受洗。这个是我过去信主的前12年，我怎么努力都没有办法结出果子出来哈。我以前呢做这个4个属灵的定律啊，还有3×3的祷告啊，101的领人归主哈，还有阿法的布道课程啊，还有各样的参会。总之我怎么做就是徒劳无功，我的结果都是0。但是在我生命当中传福音的奇迹，就是在幸福小组这样子彰显出来了哈。那我自己所侍奉的，真的我很愿意投入的，我都不是为了好像要给周牧师或潘牧师鼓励呀，或肯定，
真的，因为两位牧师虽然很好，可是他们又不能给我奖赏跟永生哈，只有主耶稣可以哈。对，所以我真的愿意继续跟牧师好，跟同工们继续同工，我们就在这个幸福小组当中继续努力哈，因为现在我真的是大有信心了啊，我们相信神也在看我们有没有真的是完真的哈。好，那我就继续在我的生命当中呢，我要实践这个耶稣他给我们的大使命和大诫命啊。好，那我真的鼓励兄姐，鼓励小组长们不要害怕，真的只要做就会有神迹奇事跟随着，好，不要担心嘿。那接下来呢，我请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幸福的这个相片哈，有花絮这样子。我们每次在当中都是很喜乐的哈，对，这是好几次对 ，OK， 好，我们会后的合照啊。好，那我们会聚餐，有时候一家一道菜，有时候到餐厅去吃饭，还有你看我们的餐点，我们都是用那种 best， 求婚的规格来接待 best 哈。如果没有 best 呢，我们就犒赏自己，就吃得很丰盛这样子哈，我们就自嗨哈。如果没有 best 呢，我们就操练同工哈，我们就练习怎么样来分享信息哈，怎么样来进行。对，那我们有一次。整组通通带入这个幸福小组的课程，就是豆豆就是要让每一个组员，即使你没有即使说没有那个 base， 我们也要操练说是怎么进行的，随时我们都可以传福音哈。好，那接下来呢，我就要请我们幸福的所结出的果子哈，我们的月儿姐妹，真的我们看到她现在真的活出那时候她从幸福当中，她所得到我们给她的那种热情。然后喜乐，然后愿意去分享福音，然后愿意委身顺服啊！如果所以各位小组长，你想要你的组员呢这么好带哈，很轻松的带，你一定要做幸福，因为幸福结出来的果子就是这样子的。好，来我们请月儿。哇，真的是很幸福。我觉得我在豆豆小组也真的是很幸福，都是随时用高规格来接待所有的小组的姐妹跟新朋友。我是吴月儿，我在107年的时候6月进入豆豆小组，是由名家干事传的福音，但是很奇妙的，他传很久。我都没有理他，可是有一天悄悄的自己真的很高兴、很兴奋的自己到小组，他们都很错愕的。真的，这个幸福小组、豆豆幸福小组给我的感觉是，大家都很热心、热情，又有爱心、温暖的一个小组。我身在其中，我真的觉得是太幸福了。我们其实是感觉是我们是一家人，我们的感情是更胜过于家人的那一种氛围，随时大家互相扶持、谦卑、顺服跟包容，在这我们小组里面，更多的扶持、解忧、带导等等的，这感觉到你们大家觉不觉得这真的是超越一家人的那种情感呢？真的很感谢神，我也感谢豆豆很温馨的在关爱，还有知和是我以前那种生活的苦读的一个倒垃圾的垃圾桶，真的有他的陪伴，才有今天的成长。在我接幸福的时候，这一期接付幸福，所以我在就是那个看那个大伟信要信大伟的那个影片中，我也得着这个。我们要信就是信最大的、最大伟的，所以我也断绝了所有我在家里的一些传统祭拜偶像的那个咒诅。我在去年2月份的时候接受受洗，接受神的洗礼，因为我有信靠耶和华，因为有耶和华，我们什么的也都不怕。更经历到神的恩典，在去年的时候，我先生很严重的椎间盘突出的受伤，神带下的恩典更恩赐在成就我女儿在今年的教师的甄试考上英文老师，神也更医治了我多年膝盖的退化，他更庇护我婆婆。
我婆婆在今年的7月跌倒2次，86岁的高龄，却都没有受到伤害，只是一点挫伤。你们大家说这是不是神迹奇事？这真的神赐下的恩典，更是神倾倒下来，这又大又难的事，神都成就了我们。这在小组跟教会为我们合心齐力的为我们代祷，为我们祷告。更在教会里面，我学会了谦卑、顺服跟自信心。在退休之后，我乐于服侍，还有更乐意的传福音。我觉得在我们的范围里面，我的邻居都是我的传福音的对象，只是很怕他说看到我就跑到会躲避我。其实真的在接受小组的教导跟培育这方面，我很荣幸的，我昨天从金兵营结业了，然后回去好高兴的，一路上真的好兴奋的，又有恩典了。在回去的路上又碰到邻居，我又跟邻居传授了我们的福音，因为我跟他讲说，我们教会都有培育的课程，你要不要来啊？真的，我觉得传音不困难，就是我们只要愿意付出，其实都不是困难的事情，只要我们愿意摆上。所以我也很希望在座的兄姐们，如果更大的渴望来接受教会给我们的培育，让我们更能够领受神的爱，也让更多人来接受神的恩典跟与救赎。谢谢你。然后我这一期接了幸福同工，顺服了那个豆豆组长的真的对邀约，真的。可是我在这里，我更坚定的做了幸福同工之后，更坚定，我觉得传福音的重要性跟急迫性。在我为贝斯特做永生确据的祝福祷告的时候，贝斯特那种眼眶泛泪，我真的那时候多渴望那个新朋友能得到他的身心灵都可以得到属灵的神的救赎，真的可以得到释放跟医治，就像我以前一样，不再有愁苦。而今的我真的是平安喜乐在心头，是幸福的。所以我祈求神真的可以把那份福音的火点燃在我们当中，让更多把福音传遍出去，把神的那个荣耀、大能、见证、幸福分享出去，让我们都是能够虽然我们会有一些不愿意啦，真的在有时候生命上有一些有意义跟价值上面的，都是会难免有一些勉强。可是我在想说，我们就让神来勉强一下，好吗？所以真的，所以我的感受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神只要我们有行动力，我们带出去，我们做出去了，那个神的恩典就会恩赐在我们身上。其实我也感受到，真的神也祝福在我的家庭身上。我家庭都没有信主，就只有我一个信主。真的，他是把那些恩赐都赐福在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家人身上。大家愿不愿意？有没有渴慕？真的就是我们要凭着这些信心，把这个恩典福音分赐出去，让更多人来领受神的恩典、神的大能，让大家都能够得人如得鱼，让更多的人来分享我们的利益。这是我今天的分享，并祝福大家都能得人如得鱼，平安喜乐健康。谢谢大家，谢谢。哈利路亚！哇，真的是太棒了哈！我们感谢主。我们永光教会有豆豆小组，我们以豆豆小组为荣，阿们。因为他们真的是把落实了我们教会从神所领受的意向，我们要好好的来传福音，有规划性的来传福音，而且是集体的这样子能够集合大家的力量，透过祷告，
透过彼此的扶持，有人传福音比较软弱一点，但是有的人有美好的经验，就这样彼此的扶持，就成就了大家在一起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这样一个果效。所以我们真的是感谢主，让他们有这样的看见，因为确实是没有付不出的代价，只有看不见的价值。如果你看到价值的话，你一定会付上代价，对不对？如果今天牧师报告你，告诉你这个可以得100倍的投资，你会不会全然的卯足全力去投资？会不会？会不会？一定会啊！那我告诉你说，这个福音就是可以救灵魂的，就是可以带来你恩典满满的，就是可以改变你的现况，让你能够领受神的极大的祝福的。如果我给你打包票，这绝对可以领受的，那你还怀疑什么？弟兄姐妹，我们就是这样子。如果我们真的有这样的一个领受的话，求神帮助我们看见福音的价值在哪里，我们就是乐意付上代价，即便让我们最好的人对我们的误会，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是给他是最棒的，我们真是给他最棒，不要对任何一个人否决他得救的可能性。阿们。真的，我们去知和他家遇到他妹妹这样子哈，我老实说，在我传福音的路程里面，不是很多次哈，不是第一次啊，也不是很多次，打从心里想说，哇，知和真的是伟大。我不是说哇，这个他的妹妹怎么样？不，我是看到知和他的心。我看到知和他爱他妹妹、他妈妈、他家人的心，我也看到知和真的享受了福音的好处，所以他才能这么的执着，即便带给牧师有一点不好意思的感觉，但是他知道我们都乐意付出，即便警察来了，看我们这一对夫妇应该不是什么坏人对不对还是很有笑容的，这样来面对这尴尬的事情。但是我们感谢主，神也透过我们做一点点的参与在他妹妹灵魂的拯救里面，所以我们引以为荣，因为这是我们神给我们的那十字架，这是为了福音。为了救他人，我乐意为他背十字架来到神的面前，跟随耶稣的脚步。这就是背十字架最美的定义，不是吗？感谢主，让我们今天有这样好的机会有这样的小组能够分享他们的过去这样的一个经历。我相信许许多多的小组，他们都一样的按着教会神给的意向策略，我们都参与在其中。所以我们下个礼拜我们有25组的细胞小组要启动幸福小组，这是打破我们3年来这样开幸福小组的小组数哦，对不对？那我们就可以预想，在未来的半年里面，甚至1年当中，透过我们所开的幸福小组，大概会有多少人会来受洗了？我们可以宣告，对不对？我们可以宣告30个人、50个人都可以，对不对？阿们。对，这是我们可以确信的，因为有过去这样的数字告诉我们，我们不会做白工的，不会的。因为神既然有感动你，把这个名字放在你的祷告，放在你的小组的彼此的支持里面，邀请他们来，只要他们有来一次就好。他们有来一次，即便第2次都不来了也没关系，因为福音的种子已经撒下去了。阿们。那种子什么时候会发芽出来，就不是我们的责任了。阿们。神按着他对他的计划，神会成就的，而且神已经在我们的生命册里面记上了一笔，你愿意吗？到神的面前，生命册上所写的是琳琅满目的一个祝福。阿们。
这是你我可以努力的。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来，我们一起来做，我们就不是单打独斗了，我们可以彼此的扶持，在祷告里面，我们启动那宇宙最强的威力，是不是？对呀，上礼拜牧师跟我们讲的，对不对？并且我们从今天的领受里面，更会知道说，原来我们同心合意会在哪里开始，这是很重要的关键。好，我们同心合意，怎么可以同心合意来成就呢？那是因为我们有一起做一件事情，就是从祷告开始。阿们。从我们每一次聚集的时候的祷告，那一个地方，神就分别为圣，因为神就在其中。神降临在那其中，那就成为祷告的殿，那就是可以看见升天的基督荣耀的降临在我们当中。亲爱的弟兄姐妹，牧师讲祷告的议题，这个礼拜是第3次了哦。你是不是这几个礼拜有去经历到？牧师在提醒你，每次祷告，不管是你个人，或者是小组，或者家人，或者教会，我们祷告的时候，你眼睛闭起来的同时，你就要跟主说：主啊，开启我的属灵的眼光，让我看见荣耀的基督降临在我的当中，在我的面前。因为我知道，当我开启祷告的殿的门的时候，天上的基督也在他的宝座，在上帝的右边，也开启了他天上祷告的殿的门。阿们。那个管子就流通了，有没有？我们祷告就可以直达天堂，神的恩典、神的应许、神的能力，就按着祷告的管子流落到我们当中来。你信吗？你要100%的相信，因为豆豆小组所做的都是根据这样子得着能力跟祝福的。所以愿神帮助我们，当我们越多人愿意一起祷告的时候，会比你一个人祷告还强。而且主耶稣应许我们，不管在哪里，2、3个人奉我的名聚集，我就在他们中间，对不对？所以刚才牧师在形容的，你信吗？你一定要信，因为这是耶稣应许给我们的。每次你祷告的时候，你就要相信，我肉眼闭起来，我属你的眼光就打开，荣耀的基督他就降临在我们当中。你要相信这样，所以你的祷告会怎么样？会不一样。你的祷告会很觉得，基督就临在我们当中。那个讲话的用词，讲话的态度就会不一样哦，对不对？就会不一样。你在打赖，你跟人家打电话，或者是你亲自跟他在面对面讲话，那个有没有一样的情境？完全不一样的情境，对不对？如果你是打赖，你是用你的手机在传你的意念，对不对？你打电话，你只是能够听到对方的声音，他的脸部的表情，他的肢体的动作，你都不知道。所以用赖用打电话常常会有误会，因为你我所使用的语言的方式不太一样。即便是很好的朋友，还是会有不太一样。但是当你跟朋友面对面坐在咖啡厅聊天喝咖啡的时候，我相信那个情境是非常的真实的。而你每次祷告，你都要相信耶稣就在咖啡厅里面跟你面对面在喝咖啡。你在跟他讲话，你对他的祷告会完全的不一样。你就可以相信说，原来耶稣所应许给我们的，他必在我们当中，是一个真实的，是活现在你我每一次的祷告里面。如果这样的话，你看，当我们不止自己祷告，
我们更有家人一起祷告，有小组一起祷告，我们一起同心合一，那所成就的是超乎我们一个人所能成就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下个礼拜我们就要启动了幸福小组，我们25组。这一次牧师上个礼拜召集所有的铁三角来，有一点逼迫他们来做，阿们。但是这逼迫是好吗？绝对是好的，因为神应许在这其中。神只有应许，但是我们不往前行的话，他的应许就不会落实在我们所做的事上。好，我们如果说只是自己几个人就很棒了，不在神的心意里面，不会你们2、3个人在一个小组在那里自嗨就很棒了。神还看到他羊圈外的这一些四处流离的，这些需要有牧羊人的，需要有牧者来喂养他们，来引导他们的，这一些都在哪里？其实离我们都不远，都在我们生活的环境的四周，都在你眼睛可以看到的范围里面。这一些人，求神帮助我们，把这样的一个火热的心放在我们里面。如果你有经历这样祷告的一个真实的活现，如果你知道耶稣所告诉我们的福音就是神的大能，而且你经历这大能以后，我相信你会很乐意跟豆豆一样，跟月英姐一样，跟知和一样，跟许许多多人，我们教会里面很多哦，我现在看到的名字数不完哦。我看到你的眼光，我就知道，你就知道我在说你。对，这一些人，我们的同工，他们真的把传福音放在第一，而因为他们已经看见天国的价值，他们明白福音的价值在哪里。如果说在神的眼中，是你得1000万，他会喜悦，还是你救一条灵魂，他会喜悦？你可以清楚知道，对不对？今天来在教会来讲见证的，我们从来没有请一位他做生意哇可以得60倍、100倍的，得钻石的，我们好像都没有这种但是我们来见证的，都是告诉我们他们的生命被主光照以后，他们是何等的喜乐，生命的调整改变，他一切的关系都好了，并且他乐意把这样的一个祝福也放在别人的身上，让他们有所期待，有所经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谢谢主，给我们有这么许多把福音不只挂在嘴上，也放在行动上的我们这些的弟兄姐妹们。所以求主让我们的教会真的落实成为一个传福音、一个宣教的教会。特别在这个时代、这个关键的阶段里面，你我都知道，台湾这半年来极大的有极大的挑战，也有极大的一个被抬举。而在这关键的时刻里面，我相信神因为听我们的祷告，保守台湾到如今。我相信，因为我们过去几年就有一些的信息说2020就是台湾灾难的日子。然而神透过几波的这样的超乎我们想象的这一些的，不管是环境的，还是其他的对立的，不管哪一些这一些的东西，都让我们台湾到如今还在神的保守当中。所以我巴望弟兄姐妹们，你们每天举起你们的手来，甚至可以愿意跪下双膝来成为台湾的守护者，让我们的祷告成为一个属灵的防卫系统，
这属灵的防卫系统是肉眼看不见，却是神的作为，可以让我们能够相信神在这个时候在对台湾所做的事是超过我们过去50年以上的经历的，而我们也相信未来的祝福让台湾成为世界的祝福，这是必然成就的一件事情。只因为你我更多乐意为台湾、为社会，这个社会，为我们的政府，为我们的整个百姓，为我们的经济，为我们的所有的一切，我们更多的摆在神的面前来祷告。因为祷告能做的事，绝对是超乎我们的手所能做的。所以神既然把祷告的权柄给我们，若我们不使用的话，那我们真的是亏很大，是不是 ？OK， 所以愿神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感动，在神的话语里面，总是可以不断的供应我们，让我们更多的去经历它。由神的话语成为基础，也透过祷告成为一个跟他沟通的管道，让我们时时刻刻了解神的心意在哪里，而做神要我们做的，那就对了。阿们。所以这个礼拜我们的小组还是有小组的资料的，好，我们还是可以回去看牧师这个礼拜在谈的是同心合一在哪里，好，也是再回到耶稣呼召这一些他所亲近的人到橄榄山上，然后看见他升天之前，耶稣给他们一个撼动世界历史的这样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对他们的会谈，叫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什么？等候圣灵下来。而我们也看见在使徒行传的一开始，圣灵在五旬节降临的时候，对这一些的门徒来讲，是他们生命当中极其重要的一个转捩点，也是历史的转捩点。那这些都成为我们教会最棒的一个资产，我们就学效他们。所谓同心合意是什么？同心合意就好像这个字的用词，就好像我们可以看到新店溪，对不对？如果有下雨的话，哇，那个河水又涨得很高，对不对？你就可以看见新店溪。你在看新店溪的时候，河流一定是顺着这样走，往哪里走？往淡水，对不对？往淡水的淡海这样走去嘛，对不对？就是出海口嘛。那你从来不会看见一条河流这样顺着走，是一边是往下，一边是往上的，从来没有。神说同心合意就是这样，就是顺着圣灵的感动，我们一起来成就神的祝福在这其中。所以我们求神给我们教会更同心合一在圣灵里面，特别在祷告当中，我们真的需要更多大家同心合一一起来。那我相信神乐意把他的恩典祝福更多给予你们，在于我们能够确认他就是我们生命的主宰。我们把主权交给他的时候，他必然成就他的祝福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感谢神，让我们弟兄姐妹虽然也有历经一些病痛、一些挑战、困苦，但是我们总知道，当我们越困苦的时候，越能紧抓住他的手，因为他应许我们，他绝不放手的。阿们。所以愿神让我们的教会更成为他喜悦的教会，在传福音上，好不好？下个礼拜我们有25组的会在这里来做宣告。那我们这个礼拜每一天就好好为他们祷告，求神坚固他们的心，让他们在预备的当中就有合一的灵在这其中。那我们就可以看见，当这样一个启动在我们当中，现在就不用先烦恼说我们都没有 base， 有没有？
这是谁说的？撒旦说的啊。撒旦说啊，你们不会成功啦，对不对？你们开这个没有用啦，还不都是这样吗？不要听撒旦的话，不要听撒旦的话。没 best 就怎么样？像豆豆小组就怎样？自嗨，对不对哈？哎，自嗨也是一种喜乐啊，因为喜乐的灵就在他们当中。好，他们为 best 来预备，那所以 best 的没人来是谁的损失？是 best 损失啊，不是我们损失啊。我们哪有损失？我们奉耶稣的名都预备好了，是他们损失哦。就像礼拜天，牧师预备好，都讲道都预备好了，乐团都预备好，服侍的人都预备好了，你没有来礼拜，谁损失？当然是没有来的损失，不是吗？如果我们知道这价值在哪里，我们乐意投注进去在这其中，神的灵必然光照我们，来调整我们的生命当中，洗涤我们生命当中一些的污秽，那甚至不为人知的，都在神的圣灵光照当中提醒我们、唤醒我们，让我们更喜乐来在他的面前来敬拜、来服侍他。因为你有见证，所以当你要传福音就容易了，对不对？好，就容易了。你知道吗？我们附近的人有许许多多的人都很羡慕我们，对不对？有许许多多人，当你知道他看见你走进我们1楼的大门的时候，都非常的羡慕我们，因为一看就知道你们跟我们不太一样，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神的荣光，我们每一个人都充满了喜乐，而如此的见证，当我们有机会向人来说，你来试看看吧，你来看看，我不会直接就叫你受洗啦，因为很多人就很害怕，就直接叫他受洗嘛，对不对？不会啊，你就来看看，我们的信仰你是可以比较看看的，对不对？当然可以啊，就让他们来看，我相信神就借着我们来成就他的救恩在他的身上。如果因为他一人得救，可以成为他家人的祝福的话，你说他不愿意吗？他一定愿意的，而他会把你看作你就是他家庭的救命恩人，对不对？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教会每次开幸福小组，每次开培育学校的这些的课程，都勇敢的看见弟兄姐妹邀人一起来参加。你到目前有参加，我们已经都有参加我们培育的学校的课程的，至少有参加过生命更新营啊，成长班的，你举手一下好不好？OK， 青少年都没有吗？青少年有啊，有开过哦。你们也可以举手，你们有参加，你们的课程更不太一样。来，后面的举手一下好不好？我看一下哈，我是在看还没举手的。OK， 感谢主哈。对，这是一个极大的祝福呢。信仰是可以透过这样的学习，可以让你的信仰能够更活现出来。如果你把这信仰看作是你生命当中最宝贝的，那你应该知道可以投资在这其中，没有付不起的代价，只有看不见的价值。阿们。没有付不起的代价，绝对没有付不起的代价。如果你会付不起，是因为你看这样也有阻挡。奉耶稣基督的名，让你更清楚听见，没有付不起的代价，只因你还没有看到价值。阿们。如果你看到价值，你命都愿意给，就像保罗一样，所以求神祝福我们，让我们的教会大家一起来，大家一起来。有难有困难，一定有困难。这是耶稣要我们背的十字架，对不对？
不是把你的罪当作自己的十字架，不，你的罪、你的苦难、你的一切都在基督的十字架上了。基督要你背的十字架是为了你的朋友，为了你的家人，他们的得救，你甘愿被他们轻看，甘愿被他们骂，甘愿被他们赶出去，这就是耶稣乐见你背的十字架。你背着这个，耶稣说：“来跟从我，来跟从我。”因为十字架再走下去就是荣耀的，就是荣耀的，是尊贵的，是蒙福的，这是必然的一件事情。因为主就给我们最大的榜样了，阿们，好不好？我们今天还要来唱这一首祷告的威力啊，这首诗歌，牧师在感动当中来写，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可以一起来经历这歌词里面所提醒我们的，也成为我们的祷告，更可以成为我们的祝福，这是我们可以一起来领受的。OK， 谢谢同工。好，好吧，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谦卑的心，与你相遇在祷告里，调整脚步，放下自己，呼吸新的气息，以渴慕的心，与你连接在祷告里，归回安息，重新的力。拥抱你的护庇，以谦卑的心，与你相遇在祷告里，调整脚步，放下自己，呼吸新的气息，以渴慕的心，与你连接在祷告里。重新的力，拥抱你的护庇。我们以祷告点燃祭坛，熊熊烈火四处流传，高举你双手，随主歌坛，复兴火焰家家。脚步，放下自己，呼吸新的气息，以渴慕的心，与你连接在祷告里，归回安息，重新的力，拥抱你的护庇。火焰家家点燃。
告，我们相信你已经垂听，并且你按着你美好的旨意成就在我们当中。谢谢你，让我们跟你同工，成就最美的主旨意。哈利路亚。双膝跪在主脚前，世界靠在我们后面，合一敬拜主彰显，天国降临我们中间。双膝跪在主脚前，世界靠在我们后面，合一敬拜主彰显，天国降临我们中间。我们以祷告点燃祭坛，熊熊烈火四处流传。高举你双手，随处可看，复兴流言，家家点燃。我们以祷告冲破黑暗，熊熊烈火创造金坛，跪下的双膝直达天堂，祷告为你全力震撼，祷告为你全力震撼，祷告为你全力震撼。我们需要更多的祷告，我们更需要合一、同心合意的成就祷告在神的面前。我们相信，我们眼睛闭上了，基督荣耀的彰显就在我们当中。好吧，我们开口来祷告，跟主说：主啊，我要成为传福音的人，因为我已经得到福音的甘甜。我们的教会也要成为热情传福音的教会。我们开口为我们自己，为我们教会，我们大声来呼求，说：主啊，主啊！3声以后，我们来祷告，预备来，主啊，主啊，主啊！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传福音的教会，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你面前领受福音的好处的时候，就知道我们还有更多使命在我们当中。主啊，兴起我们，特别兴起我们的幸福小组，让我们每一个小组都成就你的祝福，叫人能够悔改归向你，抢救灵魂，得地为业。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下个礼拜每一个小组都充满信心，来启动我们的幸福小组、救人的小组。主啊，谢谢你，听我们的祈求，在你的面前，我们真的降服，愿意说：主啊，我就在这里，求你差遣我，求你使用我，让我每一分每一秒都成为福音的出口。感谢你，主，感谢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天父，我们就矗立在你面前，求你差遣我们到你要我们去的地方，阿门。叫我们能够更知道，主啊，你要我们下网打鱼，因为有许许多多的需要被你拯救的，就在那里等着我们。主啊，开启我们的属灵眼睛，看见你的同在，看见圣灵的引领，也看见这一些我们的亲人朋友他们内心的渴慕跟需求。感谢你，叫我们的教会未来的这10周都充满了你的能力，在每一个地方所点燃的祷告的祭坛，都回应你的祝福在这其中。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你跟隔壁说：我是祷告的强人。来，我是祷告的强人。阿
门。这是一个宣告哦，我是祷告的强人。阿门。弟兄姐妹，请坐。你是祷告的强人吗？阿门。怎么样能够成为祷告的强人？就是天天祷告，天天祷告，就越祷告就越操练我们的生命的内在呢，就会被基督呢充满。所以呢，我们所寻求的就是基督充满在我们里边。感谢主，也让我们今天能够听见这样的一个见证。那传福音的脚中何等佳美！那传福音的脚中何等的佳美！牧师迫不及待的看到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被神所称赞，说我们是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我们的脚中何等的佳美！感谢主。这个时候我们预备心，我们要用感恩的心、感恩的灵来奉献，我们一起来奉献。弟兄姐妹，请起立。今日道主施恩座前，谦卑领受生命活泉，生命触摸从心的灵，报答主恩诚心所愿，甘心乐意全心全意，一切所有都属你，恩上加恩，地上加恩，分别为圣归于你，恩上加恩，地上加恩，分别为圣归于你。兄姐，请坐。我们一起来关心教会的消息，也让我们明白了这些消息之后，在周当中呢，都为我们的事工举起我们祷告的手。好，我们感谢主呢，在昨天呢，我们的第3阶段的培育学校的基督精兵营昨天来结业，在结业的分享当中，我们有听到很多的这些的学员，他们有很棒的见证。特别呢，在这个第3阶段的113的课程里面呢，是在训练我们的学员呢，他们能够懂得一些牧养的技巧，有一些牧养的技巧，包括譬如说，可能呢，你家里面呢，可能你的孩子呢，这一次他考试呢，考得不怎么好，
那你呢？对于你的孩子呢，考试考得不怎么好，你是一下子就骂他，就觉得他不用功，还是你就否定他？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1-3的牧养技巧呢，帮助我们，你要用直线思考还是用系统思考？如果是直线思考，就是你看呢，你就是不读书，你才会考这种成绩啊。这个就是直线思考，马上否定他。如果你是系统思考呢，你就说，哎，这次成绩这样子，你有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是不是你身体有不舒服啊？还是你在学校有遇到什么样的事件了？这个就是一个系统性的思考。这样的一个训练，对我们在牧养我们的小组，面对我们的家人或面对你自己的问题的时候，有没有帮助？非常的有帮助。另外呢，也是一个意象跟预言的操练。昨天呢，牧师呢就特别呢找了我们的青年人，然后呢就让他来对一个他完全不认识的一个长老来发预言。哇，这个年轻人紧张的要命，然后他就坐在那边，一直不晓得要怎么样来对这个长老，而且又不认识他。可是呢，我们要发预言的对象就是要让你不认识的，你才不会有一个既定的一个对他的一个印象。哇，当这个年轻人他在那边等了好久都没有那个意象的时候，哇，牧师也开始替他紧张。哇，追着他，哎，没想到后来他就开始，哎，他说他看到了一个海洋，然后呢，哇，他看到海洋里面的宝藏。哇，他就跟这个长老说，他说你在过去呢，耶稣知道你在过去呢，你都有很棒的服事，而且你非常的尽心。那大家也都很肯定你，你觉得你很喜悦在服事上面。但是好像主耶稣也在提醒你，虽然你很尽心的服事，可是好像有某一些的东西你还没有去抓到，你还没有去抓到那个东西，就像是一个属天的宝藏一样。哇哦，他这样子预言出来，我们都觉得哇，20几岁的小年轻人还可以这样看到这么深的一个奥秘。结束的时候，你知道吗？那个长老就说：“哇，这个预言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启示，让他跨越下一步。”这个长老他说他已经当长老当了20-30年了，然后他就觉得，我这样服侍啊，教会都很需要，我就这样继续这样服侍，也就这样经过，就这样继续往前。可是他就觉得好像缺了什么，他到现在还找不到他缺了什么。但是昨天呢，这个年轻人跟他预言之后，他知道他所缺乏的是，他要得着他在服事当中，他要领受更多属天的启示，而不只是靠自己个人的一个努力。所以他觉得果效不大。所以呢，透过这样的一个预言，对他来讲是帮助非常大的。我们还有一个姐妹，她也被服侍，一个老的姐妹被预言，然后她被预言的时候她就哭了。她说：“牧师，刚刚在这个预言之前，我自己已经画了一幅画现在呢，请人家帮我预言的时候，跟我刚刚画的那一幅画几乎是一样的。”哇，这个老姐妹她说：“我本来想说，我年纪这么大了，我还要来上这个精兵营，我不要来了，我都快80岁了，我干嘛还要来上这个课呢？做一整天很累的。”但是她说她到最后，她非常感谢神，因为主把她带领过来，所以她知道神拣选她来到培育学校里边，所以她说她要继续的往前上，然后呢，领袖班她还要继续上，因为她说再老的生命，神都没有放弃我们，阿们吗？感谢主。哇，所以呢，在这里面充满了见证。一个姐妹说：“牧师，我本来昨天呢也已经报名，但是我想说，不要来，因为我要陪我的小孩去考试。”哇，他陪小孩去考试有没有很重要？很重要。可是他心里面在祷告的时候，哇，神就告诉他，到底是你去上精兵营重要，还是这个考试陪孩子考试重？不是你要去考的，是你陪孩子。他想一想，不，我还是回来上课好了。当他回来的时候，他听到周牧师见证说，昨天是前总统的告别礼拜国葬，对不对？哇，我们都有机会去到那里来参加，但是为了我们的精兵营，我们就放弃了那里的机会，我们就来带领我们的精兵营。这个姐妹她听她说，还好我有回来上课，牧师连那个这么宝贵、这么难得的一个机会，她都舍弃了。哇，还好我有回到精兵营来上课。结束的时候，
他说牧师呢，为他预言那个乌云都离开了。的确，他在他的头上也有乌云，但是他经过这一天，昨天一天的一个领受，他知道那个乌云要渐渐的上去，他重新得力。阿们吗？感谢主，这不是出于人的，就是出于神，神也要这样子来对你施行他的神迹见证在你的生命当中。所以呢，我们接下来的是明年了，明年3月才有培育学校。每一个人，你把时间拨出来，让你的生命被神来使用，也被神来装备。你要给世界装备，不如你来给神来装备你的生命，我想是更有价值的。好，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感谢主哈，豆豆小组他的同工今天的见证分享，上帝也要透过豆豆小组他们的分赐呢，也要把这样的一个信心能力分赐到我们其他的小组身上。阿们。恩赐是可以分赐的，恩赐是可以分赐的，就像以利亚他分赐给圣灵的能力在以利沙的身上，所以传福音的能力呢，哇，他们那一组那么棒，我们要跟圣灵说，主啊，我们也要像他们这样传福音的热情跟那个爱，还有那样的信心。主啊，你把那个圣灵传福音的灵加在我们的身上。请问，当你这样子求的时候，如果你的孩子这样跟妈妈跟爸爸求的时候，你会不会给他？你一定会给他。我们的神早就预备好，要把这样的充足的灵加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呢，我们大方的来领受。好，接下来呢，我们在下主日幸福小组是启动让我们呢每一个小组呢都动起来。那有一些小组第一次开，牧师呢非常的赞赏你们，因为我们为了基督，即便呢有过去的包袱，但是我们仍然放下，因为耶稣基督也为我们放下他自己，而我们为耶稣基督呢放下我们过去的包袱，我们呢往前走，我们必得从神来的奖赏。所以呢，如果你的小组是第一次开的，过去没有经验，然后你第一次开的，可能你心里面会害怕或会胆怯，害怕胆怯都是从仇敌来的，所以不用害怕，不用胆怯，我们反正就是走就对了。那牧师呢，如果你有需要的时候，你这个小组如果没有做过幸福，你来跟牧师讲，牧师呢会安排教练到你的小组来陪伴你。好我们的同工都很乐意。好，接下来。我们有18位同工要参加新店行道会美和堂他们所举办的烈火特会，所以我们这些的同工呢，在9月30号晚上的6点半呢，能够到美和堂，然后呢，来跟慧燕呢来领取这个名牌。所以呢，我们这些有报名的同工来留意一下。好，接着呢，我们在这个礼拜的祷告殿征召的是哪一个小组？照明小组。所以呢，我们的照明小组的同工呢，在这个礼拜呢，教会的祷告的福分要让照明小组来得着。我们看到我们的周报的封底，我们这个礼拜祷告殿有多少人来祷告？48个人，48个人。而这48个人的祷告，来喂养我们整个教会的弟兄姐妹。所以你看看这些的祷告的人，他们带出的力量是多么的大。我们的身体不健康，我们有各样的疾病，他们在祷告殿当中，在我们的背后为我们举起祷告的手，为我们跪下他的双膝。弟兄姐妹，你知道你来看了，你都很感动。别人为你祷告，请问你为别人祷告了没有？我们的小组长带着你的组员来操练我们双膝跪在神面前的一个祷告。所以呢，祷告殿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操练的机会哈。好，接下来10月第1个礼拜是我们的圣餐还有受洗。那鼓励我们还没有受洗的弟兄姐妹呢，能够来把握这个机会来受洗，归在主的名下，领受神极大的福分。好，另外呢，9月26是音乐课，所以呢我们的弟兄姐妹呢有报名的要回流哈，要回来参加，要不然。要准备要献诗了哈，所以呢，我们926记住这个时间哈。好，再来，哇，又有好玩的地方可以玩了。兆民牧区呢，在10月10号要去这个雅文香草植物园，
哇，这个我去过，非常的漂亮，而且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花草。特别是姐妹呢，如果你喜欢买那个化妆品的话，这里面呢他们有在卖化妆品，而且都是非常优质的。所以牧师呢鼓励你们可以报名来参加10月10号哈。哇，这一天呢，我们照明小组特别在双十节呢安排这么美的行程，让我们呢能够去那边品尝一下哈，去享受一下美好的那些的景色哈，这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哈。好，继续来为这一些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也谢谢我们弟兄姐妹每一天为他们所摆上的。我们也相信你为这些人祷告的时候，你为他的健康祷告，神会不会把你所祷告的健康加在你的身上？阿们。这个就是当我们服侍神的时候，神就服侍我们。所以你看，服侍人多么的喜乐，服侍人是多么的兴奋哈。好，感谢主。那我们这个时候好，我们来介绍一下牧师的朋友，好不好？陈宁在哪里？好，陈宁在这里哈。好，非常的感谢主。是牧师的朋友哈，是礼拜2才认识的。陈宁呢，他是在礼拜2的时候呢，他是Good TV 的新闻部的摄影记者、摄影同工哈。那礼拜2呢，他来采访牧师，跟他们的另外一位同工来采访牧师，有关于李前总统他过去在神学院跟牧师有同学过的那一段日子的一个回忆，所以他特别来采访我。所以呢就在谈话当中呢，采访完了，牧师就请他们吃饭，吃完饭呢，他就来到永光教会了。所以他礼拜3有加入到我们的民谦的央亲小组，对不对？哇，我们非常欢迎陈宁。而且呢，陈宁呢，他是台南大湾长老教会呀，然后他北漂来到台北工作，所以呢，他很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教会作为他的一个遮盖后盾。我们愿不愿意成为陈宁的守望者？感谢主，我们再一次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的陈宁。感谢主。好 ，Good TV 的记者哈，好，所以呢，有机会你们也可以接受他的采访哈。好，一个见证哈。好，还有没有其他的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的？好，大家都非常的熟悉，那我们就彼此来祝福，请起立。我们的陈宁来，我们的迎宾同工来接待他。愿你有个好心情，平安喜乐在心里，让我们来祝福你，每一天有盼望有能力。一起来，耶稣爱你，爱你，让他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耶稣爱你，来看旁边后面的人。爱你，爱你，让他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我们请青少年来，耶稣爱你，来向所有的会众青少年，耶稣爱，来向所有的会众，让他爱围绕你，一起来。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喜乐充满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我们仍然站立，请牧师来为我们祝福祷告。愿耶稣基督荣耀的彰显，在你们每一次敬拜祷告的时候，也愿圣灵的能力运行在你们当中，叫你们经历他是丰富又大有怜悯、大有慈爱的神。愿上帝引导你们，叫你们活出他的喜悦，也成为他最美的见证，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门。